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Borsha，幾多歲？今年25歲，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，想唔想去香港？我好想去香港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 Borsha，今年25歲，我未結婚，我係養到教徒，我之前做過喺內養2年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製作歌餸，好似正嗌正料正蛋炒菜不把粥不同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兩家好似帶公公婆婆孩子上，幫公公婆婆沖涼，幫公公婆婆換衫。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好似幫佢哋沖涼、氹佢哋玩、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 好似餵 BB 飲奶、幫 BB 沖涼、幫 BB 換尿片。我中意寵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埋狗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到啲錢，我一定會勤力老實同埋聽話。希望先生太太請我做工，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